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。上主說：凡口渴的，請到水泉來；那沒有錢的，也請來吧。請來買不花錢、不收費的酒和奶。你們為什麼為那些不能充飢的東西花錢？為那些不足果腹的東西浪費薪金呢？你們如果細心聽我，你們就能吃到豐美的食物。你們的心靈必因飽享佳餚而喜悅。你們如果走近我，側耳聽我，你們必將獲得生命。我要與你訂立一項永久的盟約，即誓許於達味的恩惠。看，我立了你為萬民的證人，為列國的領袖和主宰。看啊，你要召見你不認識的民族，不認識你的民族，也要奔向你。這都是為了那光榮你的以色列的聖者，上主你天主的人。趁可找到上主的時候，你們應尋找他；趁他在近處的時候，你們應呼求他。罪人應離開自己的行徑，惡人該拋棄自己的思念，來歸附上主，好讓上主憐憫他，來歸附我們的天主吧，因為他是富於仁慈的。因為我的思念不是你們的思念，你們的行徑也不是我的行徑。上主的斷言，就如天離地有多高，我的行徑離你們的行徑，我的思念離你們的思念也有多高。譬如雨和雪從天降下，不再返回原處，只有灌溉田地，使之生長萌芽，像那播種者種子，供給吃飯者食物。同樣，從我口中發出的言語，也不能空空地回到我這裏來。反之，他必實行我的旨意，完成我派遣他的使命。上主的話。宣告於萬民，聽述他崇
全能永生嘅天主，你係世界唯一嘅希望。你藉住做先知嘅義務，宣告咗現今嘅奧蹟，求你日次更加深你子民嘅渴望，因為只有依賴你嘅啟發，我哋先能夠引進依德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，求你回聽我哋嘅祈禱。
恭讀聖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，弟兄姊妹，難道你們不知道，我們受過洗，歸於基督耶穌的人，就是受洗，歸於他的死亡嗎？我們藉着洗禮，已歸於死亡，與他同葬。為的是基督怎樣藉着父的光榮，從死者中復活了，我們也怎樣在新生活中重生。如果我們藉着同他相似的死亡，已與他結合，也要藉着同他相似的復活，與他結合。因為我們知道，我們的舊人已與他同釘在十字架上了，使那屬罪惡的自我消逝，叫我們不再作罪惡的奴隸。因為已死的人便脫離了罪惡。所以，如果我們與基督同死，我們相信也要與他同生，因為我們知道基督既從死者中復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亡再不統治他了。因為他死是死於罪惡，僅僅一次；他活是活於天主。你們也要這樣，看自己是死於罪惡，在基督耶穌內活於天主的人。上主的話。基督復活嘅喜訊要震撼我哋嘅生命。福音喺禮經第28頁，請大家起立齊聲歡呼，並讚佢嘅復活。願主地同在，恭讀聖馬竇福音。安息日一週的第一日，天快亮時，瑪利亞瑪達肋納和另一位瑪利亞來看墳墓。
醫害怕得打戰，變得好像死人一樣。天使對婦女說：你們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們尋找被釘死的耶穌，他不在這裏，因為他已經照他所說的復活了。你們來看看安放過他的地方，並且快去告訴他的門徒，他已經由死者中復活了。看，他在你們之先到加利利亞去，在那裏你們要看見他。看，我已經告訴了你們。婦女們趕快離開墳墓，又恐懼又非常喜樂，跑去報告耶穌的門徒。忽然耶穌迎面而來，對婦女們說：願你們平安。他們於是上前，抱住耶穌的腳，朝拜了他。耶穌對他們說：不要害怕，你們去報告我的弟兄，叫他們往加利利亞去，他們要在那裏看見我。基督嘅福音。各位請坐。一週嘅第一天，大清早，兩個婦女都係名叫瑪利亞，愛催促佢哋前往耶穌嘅墳墓。喺嗰度，佢哋見到地震，佢哋十分困惑同埋害怕，但係天使安慰佢哋話：你哋唔使怕，佢唔喺呢度，佢已經復活咗。透過空墳同埋天使嘅確認，婦女們相信主已經復活咗。基督嘅復活帶俾我哋同佢一起復活嘅希望，從此生命從死亡中復活，光明從黑暗中照耀，愛戰勝咗仇恨，而復活嘅喜樂已經並將繼續傳遍全世界。復活嘅主亦都俾我哋帶來一個喜樂嘅訊息。喜樂係因為從今以後，十字架將成為光榮嘅十字架。喜樂因為人只能夠殺死肉身肉體，但唔能夠殺害靈魂。喜樂因為從今以後，世俗嘅勢力嘅權勢，即係魔鬼、世界同埋死亡，都已經喺復活嘅主耶穌基督裏被戰勝。因此，凡信佢嘅人，亦都獲得呢個復活嘅喜樂。各位校使者，雖然係好學門嘅，但係聽到嘅。今晚你哋即將領受入門聖事，聖洗、聖事，使你哋從罪惡同埋死亡中拯救出來。你哋唔再係奴隸，你哋
將係天主自由嘅子女。你哋從一根稻草一條變成乜嘢金枝玉葉？因為喺天主嘅眼中，你哋係寶貴嘅，係貴重嘅。你哋要同我哋一樣，要成為天主嘅愛仔同埋愛女。各位受洗嘅朋友，同埋各位兄弟姊妹，所謂有其父必有其子，天主就係愛，係慈悲為懷，仁愛無量。我哋就要以同天父滿懷慈悲，以佢嘅大愛去化解戰爭同埋仇恨，以佢嘅大愛打破一切隔膜同埋衝突，使人彼此相愛，互相寬恕，彼此修和，締造和平。因為我哋人類大家庭都係天主嘅子女，天主所愛。各位已領洗嘅多年嘅兄弟姊妹，我哋亦都需要喺今晚重新沐浴喺聖洗聖事嘅恩寵入邊，全心信賴天主，以天主建立一個最真摯、最密切嘅愛嘅關係，並且以耶穌嘅愛我哋嘅方式去愛主同埋愛人。各位受洗嘅朋友，你哋將領受堅振聖事，領受聖神，領受聖神嘅恩惠，特別係聖神七恩，使你哋成為聖神嘅宮殿，使你哋充滿聖神嘅德能，即係呢個power。而同初期教會嘅門徒，聖神亦都光照指引、推動同埋俾你哋力量去宣講福音嘅喜訊、好消息、可愛嘅好消息，使人人認識天主，認識天主嘅愛，好成為天主嘅子女。今晚聖神唔單止降臨喺新教友嘅身上，亦都再次降臨喺我哋每一位教友嘅身上，使我哋成為基督嘅傭兵、福音嘅使者同埋和平嘅使者，將信仰嘅馨香、福音嘅喜樂、復活嘅喜訊傳遍天下。最後，你哋同我哋一齊會參與主嘅聖宴、聖體聖事、愛嘅聖事、共融嘅聖事。我哋領聖體聖事嘅人，以基督結合為一，基督亦都連結我哋成為一體。我哋領聖體聖嘅人，就以同基督被擘開，我哋亦都要分享，以別人分享我哋嘅所有，要以同耶穌嘅寶血為大眾傾流。我哋要為人捨身，犧牲自己，為別人付出。願我哋喺領聖體聖事中，以主親密結合，並甘願忘我地服侍天主同埋他人。
如同耶穌一樣去寬恕、去關愛他人、去關心喺你哋鄰近嘅貧困、患病、受苦嘅人，去原諒別人，愛佢哋，同埋服務佢哋。就讓我哋同心祈禱。天主，感謝你賜俾我哋聖洗之恩，使我哋成為你所愛嘅子女。求你賜俾我哋信心同埋仁愛，使我哋嘅言行見證復活主嘅臨在，並以別人分享基督復活嘅希望、喜樂同平安。阿們。天主保佑大家。禮儀書第31頁，第31頁。各位兄弟姊妹，現在係整個教會等候多時嘅神聖時刻，受洗者渴求洗禮，經過報告同埋4旬期嘅準備，即將領受入門聖事，為能與基督同死同生。現在請各位後繼者上前。何謂鄭敏儀、潘少玉、倪美燕、李樂希、蘇卓希、楊偉雄、
讓我哋為受洗者嘅兄弟姊妹祈禱，天主去照顧並守護佢哋嚟到呢個復活嘅時刻，我哋懇求天主降施仁慈，賜俾佢哋光明同埋力量，使佢哋勇往直前，追隨基督，並能公開宣揚教會嘅信仰。我哋亦都祈求聖神降臨喺洗禮嘅水，因賜受洗者借水同埋聖神而重生。現在，讓我哋偕同整個教會全體聖人為受洗者祈禱。
我哋以悲之心所舉行嘅佈施，依賴你嘅大能，產生嚴嘅效果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，求你扶興我哋嘅祈禱。而家主喺會中洗禮用嘅水，天主喺聖事嘅標記中，你以給我基督能力，產生奇妙嘅功效。你創造咗水，故以佢多種嘅功能，以示洗禮嘅恩寵。天主早在創世之初，你嘅聖神曾運行於大水之上，使這天然嘅水孕育出聖化嘅能力。天主，你曾傾出洪水，洗滌世界嘅罪污，以示重生。你藉同一嘅水嘅目的，消滅罪惡，開展人嘅聖潔生活。天主，你是亞巴郎嘅子孫，光腳走過紅海，擺脫咗法老嘅奴役。你以這被解救嘅民族，義是由洗禮所產生嘅福分。天主，你嘅聖子喺約旦河嘅水裏接受若翰嘅洗禮，以及聖飯嘅肉油。當佢列喺十字架上時，血和水從佢嘅肋旁流出。佢復活後吩咐門徒話：你們要去分道行，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給他們施洗。天主，求你垂視你嘅教會，俾佢開啟洗禮嘅水池，願聖神向這些水傾注你為聖子嘅恩寵，使按照你嘅肖像所創造嘅人喺聖洗聖事中剔除往日生活嘅污穢，能由水同埋聖神再生，成為你新生嘅子女。上主，願聖神嘅德能借你聖子充滿呢個水池，使所有洗禮歸於死亡，同埋基督同葬，以基督同葬嘅人，也以基督一起復生復活，獲得新生。他和你以及聖神係唯一嘅天主，永生永王。請信眾一同歡呼，水泉水源，聖讚美上主，歌頌聖人他，直到永遠。現在讓我哋皆同求洗者一齊記住罪惡，尊認信仰。記住罪惡，禮儀書第34頁，34頁。各位求洗者，喺領受洗禮之前，請你哋大家喺大家面前聲明記住罪惡，同埋決心跟隨基督，為得享天主子女嘅自由生活，你哋記住罪惡嗎？為脫離罪惡嘅操縱，你哋記住邪惡嘅誘惑嗎？你哋記住萬惡之源嘅魔鬼嗎？各位已經受洗嘅兄弟姊妹，
現在亦都讓我哋一起重申我哋棄絕罪惡嘅決心。為分享天主治理嘅時候，你哋棄絕罪惡嗎？棄絕。為脫離罪惡嘅操縱，你哋棄絕邪惡嘅誘惑嗎？棄絕。你哋棄絕萬惡主義嘅魔鬼嗎？棄絕。各位後世者，請你哋宣認基督嘅信仰，你哋要因這信仰借洗禮而重生。你哋信全能嘅天主父，天地萬物嘅創造者嗎？我信。你哋信耶穌基督，天主父嘅獨生子，我哋嘅主，佢由無精瑪利亞誕生，受難致死，被埋葬，從死者中復活，現今坐在天父的右邊嗎？我信。你哋信聖神，聖義公教會，諸聖的相通，罪惡的赦免，肉身的復活和永生嗎？我信。各位已領洗、已受洗嘅兄弟姊妹，而家亦讓我哋重宣洗禮時嘅誓言，忠信緊持守呢一個盟誓。你哋信全能嘅天主父，天地萬物的創造者嗎？我信。你哋信耶穌基督，天主父的獨生子，我哋嘅主，他由無精女、無精瑪利亞誕生，受難致死，被埋葬，從死者中復活，現今在天父的右邊嗎？你哋信聖神、聖義公教會，諸聖的相通，罪惡的赦免，肉身的復活和永生嗎？而家請各位吹熄手上嘅蠟燭。現在後洗者會接受聖洗聖事，各位請坐。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你受洗。
歸依基督，就係穿上基督，成為新嘅動物。你哋而家既穿上潔白嘅衣服，就要保持純潔無瑕，直至到達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嘅審判座前，以獲得永生。各位代父，請上前把基督之光傳遞俾新教友。各位新教友，你哋喺基督內已成為光明，就要生活得義同光明之義，並常保存像信德嘅火焰，直到基督再來時，能和所有嘅聖人一起迎接基督落罪。